憑着誇張嘅 pose、海量嘅顏藝，網上充斥大量嘅梗圖，榮升新一代高人氣Gundam女主角天守陽葉登場。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 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同大家一齊砌嘅係 Figurize 嘅天守陽葉開箱板件，仲有一張說明書。條裙係軟膠嚟嘅，仲有一個已經畫咗眼睛嘅樣，一張貼紙同埋一張有20對眼睛嘅水貼。第一次砌 Figurize 總係覺得佢啲接駁位冇 HG 高達嗰啲咁順，好多位置都要對到好準先可以入得到，要大力出奇蹟先可以揞得到入去。頭部砌好啦，我覺得佢都有90% 嘅還原度。頭髮嘅 highlight 佢仲做埋分件，連髮尾嗰笪黑色頭髮都有做埋出嚟。呢條黑色衣領就現場翻車斷咗啦。講起條裙就嬲啦，做咩要俾軟膠呢？貼紙又貼唔實，不塗嘅話啲油又唔乾，一裝上去仲要黐到周圍都係。就算用咗燒光做保護漆，一捻嚿軟膠，啲色就即刻粉碎，完全唔知點樣去補翻嗰個黑色。不如佢條裙直接印埋個黑色上去好過啦。如果你哋有更好嘅方法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。再貼過。孭返個背囊先。隻哈囉同頂帽之間冇固定點，要調位置同埋攞返佢出嚟都比較難。我自己嘅話會攞把光劍，好似篤魚蛋咁篤返佢出嚟。砌好晒嘅嘢就係咁多，多咗套衫、兩個樣同埋啲手手腳腳，仲有啲倒立零件、包包、哈囉同埋主角本體。可動方面，頭部可以上下喐，可以360度轉，手都可以360度轉，但係就好易甩。甩埋個頭俾你睇睇，個頭同個頸之間仲有一個接駁位，條頸可以前後擺動，但係好緊，好難掹佢出嚟，要用暴力先可以攞得返佢出嚟。身體裏邊係一個球關節。上身同下身可以拆開，裏面都係用球形關節連接，但係上身同下身每一次裝拆，佢側邊嗰條縫呢都會裂返開。
手掌同手之間嗰個位就更加鬆啦。雙腿嘅可動範圍，由於受條裙嘅影響，只可以拉到咁大。如果想喐多啲嘅話，就要拆咗條裙。拆開條裙之後，隻腳可以360度咁轉。呢隻嘢仲可以裝一個冇冷衫嘅校服造型。如果要好似動畫咁樣將頂帽戴上個頭度，只可以夾硬戴咗上去嘅話，背面會出現一條裂縫。倒立造型。與其玩說明書裏邊嘅造型，我不如咁樣玩。最後總結下呢盒馬抽，冇 HGRG 高達嗰啲咁好砌，而且啲關節位都好易甩，純粹佢係故事女主角，加上表情豐富搭救。如果純粹想玩顏藝惡搞嘅話，非常之值得購買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